這過清明，傳統攏會來食潤餅。在台南市府這消保官呢是調查講，發現部分市場的潤餅糕價格已經有調整，目前平均是一包愛50至60塊。有業者是坦白講，今年呢，親像這土豆粉等等的原物料成本攏有起。目前在台南市已經有2間店大升起價啊，也那其他嘛有店頭講要對得起。潤餅皮包高麗菜、豆乾、蝦仁等各種食材，尾仔閣摻掛土豆糖粉，看起來真好食款，真濟人真興這味。逐擺清明節若到，賣潤餅的生意就搶滾。為了確保民眾賣互人講歹仔，台南市政府消保官展開稽查，去傳統市場、連鎖賣場，針對潤餅皮甲三星果子掌握目前市面價數。那今年一包潤餅平均價數佇50至60塊。個人1、2個還好，你若全家要食這哦。我得愛，因為我食這個攏3、4嚿的。因為就是今年中東戰爭的原因，我們原本是不想要漲，可是因為原物料跟人事成本一直漲，但是我們就是原本200公克，然後現在變成250，有增加50公克。台南有名的店家，有的是依市計數，某業者坦白講，今年土豆等6項原物料的成本攏起，互因強要賣砍折。目前有2間起5塊，甚至有販仔講按算3天後嘛對得起價。那潤餅皮目前每大斤200至240塊。雖然潤餅有寡調整，不過消保官講目前市場價數也算合理，有要求業者愛標示明確的資訊。做的都是大概35、40。所以想說這邊應該60應該會特別好吃。今年剛好起價，沒有，也是維持60塊。60元。只有少數幾家因為反映花生粉等原物料的進貨成本，所以它的價格有稍微做調整。潤餅內底親像豬肉、雞肉、雞卵，還有高麗菜等菜色，目前市府掌握的貨源攏穩定，價數嘛無明顯的起落落。另外，為了確保食安，消保官講和衛生局後續嘛針對這進行抽驗把關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